Hello YouTube 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大波子。喺建立呢個波子兄弟嘅 channel 裏面呢，我就覺得即係比較榮幸啦，可以將我嘅生活分享同啲 YouTube 嘅朋友，同埋一啲其中喺 YouTube 上面拍片嘅 YouTuber 可以去分享。咁我就希望大家呢就可以喺 comment 即係留言下邊呢就留翻一啲問題啦。咁就你叫我做啦。其實呢，我喺呢個 channel 裏面呢，點解要叫波子兄弟呢？就因為我有3個人會喺呢個 channel 上面拍片嘅。咁第一，我細佬啦，我啦，同埋一個 friend 嘅。咁我未來咁即係將來啦，我就可能會叫我一個將來會識彈吉他嘅朋友去嚟到我呢個 channel 度去彈我唱咁樣啦。咁到時就大家就要你嘅耳膜受損啦，因為我唱歌呢，可係話好難聽。又唔知係咪好好聽，又唔知有冇人聽啦嚇。個人嘅睇法，咁即係而家就要大家留低翻啲問題，你叫我做好啦。大家 YouTube 嘅朋友生活愉快啦，好，拜拜。